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4月15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这个普京发起的这场战争。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一篇专栏文章是一个叫安德烈·诺维斯基，他在这个基辅邮报刊登的一篇专栏文章，叫为什么普京无法止战。他掉进了自己设下的5个陷阱，就是普京被困在一场他发起但无法结束的战争中。这个专栏文章他从5个方面分析了普京为什么无法结束这场打不赢的战争。就是普京是想结束，但是他又没有办法结束。就是说咱们一直说的就是他可以决定战争，决定什么时候开战，但是他却没有办法决定什么时候结束就这个意思。这个专栏文章认为哪几个方面呢？5个方面。囚犯军人退役，战时经济结束，将给俄的经济社会带来无法预料的冲击。同时3年的血腥厮杀带来的不是胜利，相反，距离发动战争的目标是越来越远。作者从战争对普京个人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第一个就是军人退役后成不稳定因素。分析认为，超过70万名俄罗斯士兵一直在前线作战，其中许多人训练有素，受到创伤或受到战争的残酷对待。那些回家的人往往背负着深深的情感和心理创伤，他们中一些人变得暴力，犯下了袭击、强奸甚至谋杀等罪行。此外，随着俄罗斯的动员资源耗尽，克里姆林宫已转向招募囚犯，包括被背叛犯有极端暴力罪行的个人。这个也通过这个很多黄俄在俄乌前线的经历有他们自己发自媒体的，也有记者采访的，他们这些只言片语中都描述了前线的这种残酷也就是俄军上级军官对下级士兵的这种压榨，动不动关地牢，动不动逼这些下级士兵去自己花钱买装备等等合同到期不放人走，一直到耗完为止。这个给那个前线的俄军士兵恐怕都造成了深深的这个叫心理创伤一有机会难免要报复社会。这个大家都能理解这个联合国俄罗斯人权问题特别报告观察员叫玛丽安娜卡扎罗娃证实，约有17万罪犯被招募到乌克兰作战，也就是俄军士兵里面本来就有10几万都是罪犯，都是监狱里面犯出来的。他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表示，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回到国内后重新犯下罪行，以妇女、儿童和女童为目标，包括性暴力和谋杀。战争一旦结束，这些从前线返回的群体对社会的稳定来说是一种不安因素。克里姆林宫担心由此引发混乱。实际上这种现象不光是俄罗斯有，历朝历代在这个印度它也有这种事情发生。就大家可以去看看历史一个王朝对外发动战争，那它必然叫这个军事将领、部队、军队、军权都要扩张，而这些出生入死的将士在外杀敌，这个军人是一种作风一旦他凯旋归来，实际上这个社会也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压力，也就是什么样的力量可以制约他们，你怎么样把这个在战场上驰骋的这些将士又转化为良民，如何安置他们，这都是大问题弄得不好就要造成这个兵变。第二个说的是战时经济难以为继。自发动全面入侵战争以来，俄罗斯已将大量国家资源投入战争机器，从坦克到导弹到制服和无人机。到2025年，国防开支将达到整个国家预算的近30%，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比苏联解体以来任何一年都高。媒体估计俄罗斯的军事和安全支出将占所有联邦支出的40%，这意味着政府现在花费的每3卢布中就有1卢布用于战争，整个行业都在为战争服务。许多俄罗斯地区看到当地经济的复苏，不是通过创新和贸易，而是通过对武器和弹药的激增需求。这就是战时经济据俄罗斯统计局的数据，尽管受到西方制裁和经济孤立，但俄罗斯的 GDP 在2023年略有增长，增长率约 3.6%。但这种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的，它是由战争机器驱动的，而不是由可持续发展驱动的。这个大家都懂这个就好比某些国家把很多钱扔在大山里面修那些宏伟的工程，非常漂亮，非常震撼，非常能体现你的这种崛起。
但是啊，它产生不了经济价值，或者它经济价值非常低，每年还要花大量的钱去维护，这个叫得不偿失。那就像战争一样，造出大量的炮弹、坦克、装甲车、导弹，这些东西它不能产生经济这个效益啊，它只能在那儿造成伤亡，消耗掉了。哎，如果打赢了，你说你占了一块地方，这个另算啊。如果你打输了，那就纯粹是消耗，完了你还赔偿人损失，你说这个叫可持续吗？结束战争将意味着关闭整个战时经济引擎，最有可能的是战争机器熄火，整个经济运行不知会走向何方，面临政治清算的危险。这是第三个啊，说文章认为啊，只要战争继续，普京就享有一种危险的豁免权，也就是暂时的吧。那普京所做的一切不会遭到清算。甚至利用战争啊，他对异议者采取高压措施，所有对战争啊有微词的、反对的，统统逮起来。那比如那个斯特列科夫，他不是反对战争啊，他只是觉得俄罗斯国防军啊、普京啊、绍伊古啊，他们这个战争的这个战略战术都不对，就这种也得把他逮起来。虽然他以前立下这个战功啊，那也不行，就是让异议者晋升，他们不得不保持沉默，要么为威权主义辩护，那就是这个，比如说梅德韦杰夫，他就不停的去辩护啊，放炮，耸人听闻。在战争的掩护下，普京消灭了关键的对手，最著名的批评者纳尔瓦尔尼在北极监狱中散步而亡。敢于以兵变挑战权威的瓦格纳集团领导人普里戈金死于一场神秘的飞机事故。其他反对派人物如伊里亚·雅辛和弗拉基米尔·卡拉穆尔扎已被监禁或被迫流亡。俄罗斯的文化精英、音乐家、演员、作家和电影制作人要么逃离这个国家，要么留下的群体更容易被普京控制。同时，战争分散了人们对国内灾难和政府失职的注意力。当恐怖分子袭击莫斯科附近的市政厅、音乐厅，造成140多人死亡时，克里姆林宫很快将责任归咎于乌克兰，实际上是 ISIS 所为。许多俄罗斯人接受了这个谎言，不愿质疑官方的说法。这个专栏文章认为啊，普京根本不想要和平，因为战争使他地位更为牢固，也使他能够逃避责任，打击反对派，同时也借此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战时领袖。如果战争结束，人们可能就要发出疑问，为什么普京在25年后仍然掌权？我想这个疑问还有别的啊。普京刚上台的时候说了，给我20年时间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现在给了他25年时间，很有可能要还25个俄罗斯啊。文章说啊，普京把自己逼上了绝路。普京发动入侵时做出了宏伟的承诺，去纳粹化乌克兰，推翻其政权，并阻止北约扩张。然而3年多过去了，这一目标一个都没有实现。所谓的北约扩张，那么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算不算扩张？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前，芬兰和瑞典都没有加入北约啊，他一侵略促使芬兰和瑞典赶紧加入北约，这个才是真正的搬起石头砸自己脚。今天的乌克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更加坚定，军事能力更强。他拥有欧洲最有经验、最久经沙场的军队之一，身后还有一大批坚定的支持者。乌克兰的军工生产能力得到空前强化，不仅为自己的军队生产无人机、电子战工具和导弹部件，还与莱茵金属和萨博等全球军事巨头合作。它正在成为西方军工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也就是乌克兰现在前线啊，1/3的物资可以由乌克兰自己生产和制造，2025年恐怕要达到40%。所以从这个军工产业来说啊，乌克兰也是越打越强壮。俄罗斯经过3年的战争，尽管每天仍在发动无差别的攻击，疲态尽显，人员死伤超过90多万，坦克库存近乎清零，黑海舰队基本被打残。坐在战车上的普京现在想中途下车已经很艰难，否则无法向国内解释自己的胜利。文章说啊，外部环境更加恶化。普京发动全面入侵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2021年向美国和北约发出最后通牒，从东欧撤军，回到1997年的现状。他相信战争会吓唬西方，让西方屈服。相反，他威胁让北约反其道而行之。北约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更靠近俄罗斯边界。拥有1300公里的边境的芬兰已加入该联盟，瑞典紧随其后。曾经的缓冲区现在是北约部队和硬件的直接边境。这不是普京要求的倒退，这是西方军事存在的历史性扩张。普京没有削弱西方，而是统一了西方。他没有
阻止北约，反而为北约增压。他没有分裂欧洲，而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地抵抗独裁。现在他无法停止脚步，即使他继续下去的时间越长，情况也会变得越糟糕。他被困在一场他发起但无法结束的战争中。文章最后说在介绍这个战场的一些情况。这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采访时候透露就是那60分钟透露了乌克兰军队比较真实的阵亡人数，多达10万名乌克兰军人已经阵亡，受伤人数超过37万名，死于战火的平民超过1.3万名。2025年2月16日，泽连斯基表示在与俄罗斯的全面战争中，已有超过4.6万名乌克兰军人阵亡，另有数万人失踪或被俘。他还说没有人知道这场战争究竟造成了多少乌克兰人死亡。文章认为泽连斯基此时公开乌方死亡人数，目的就是让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看清俄罗斯的真实面目，获得更多国际支持，打消外部对俄罗斯的任何幻想。而4月以来，也就是这半个月投掷2800枚航空炸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宣布，4月初以来，俄军对乌克兰使用了近2800枚航空炸弹，1400多架无人机攻击和大约60枚包括弹道导弹在内的各种类型的导弹。无人机大部分是沙赫德型号。近期，俄军接连使用导弹袭击乌克兰民用设施，造成大量平民死亡，引发国际社会谴责。泽连斯基说只有对俄罗斯施加真正的压力，才能阻止恐怖主义，需要对那些为俄罗斯杀戮机器提供资金的行业采取切实的制裁措施。泽连斯基透露在华盛顿北约峰会期间，各国承诺的爱国者系统尚未交付给乌克兰武装部队，并强调乌克兰准备从美国购买爱国者，每套价值15亿美元。但川普愿不愿意做这笔交易很难说。乌军通报过去24小时共击伤击毙俄军1310名，俄军累计损失933980人，马上要接近100万了这个我记得当初很长一段时间，乌军每天击伤击毙俄军士兵也就是俄军的伤亡好像在700-800，有很长时间我一直有这个印象。现在都已经基本上就是1300、1400，也就是俄军在前线的伤亡与日俱增每天都在增加，不是在下降，也就是俄军的伤亡消耗一天比一天多。乌军摧毁俄19辆坦克、装甲车42辆、59门火炮、179辆油罐车和后勤车辆、119架无人机、特种设备2套、防空作战系统2套。这个专栏文章以此认为普京被困在一场由他发起的但无法结束的战争。我认为除了这个专栏文章说的这些原因之外，普京还有几个关键的原因他也解决不了。首先一个就是如何停火。那现在特朗普以及他的小集团对吧，斡旋了3个月了，已经毫无进展，反而这个战争越打越激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从俄罗斯方面来说，比较符合普京的做法，也就是让普京能够向俄罗斯交代的一个方案，那就是乌东4个州，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领土。这个乌东4个州俄军还没有占领的地方也得算俄罗斯的，已经占领的那肯定是俄罗斯的。为什么呢？这就是2022年9月份搞的公投。这个普京俄罗斯人这种路径依赖，历史上他总是这么干，周边国家都被他这么侵略过，搞所谓的公投。这种公投一方面给这个别的国家造成伤害，另外一方面把自己也给套住了。什么叫把自己给套住了呢？也就是说他通过所谓的公投的形式，把这些土地都并到俄罗斯去了，而且在俄罗斯形成了法律，就是宪法，俄罗斯杜马都认可，程序都走完了，那这是俄罗斯的领土。既然是俄罗斯的领土，你要不把它拿回来，那你这个普京你是交代不过去的，就作茧自缚乌东4个州扎波罗热、赫尔松，俄罗斯人只占了一半，卢甘斯克、顿涅茨克俄罗斯人也没占完，那些领土还在乌军的控制之中，但是俄罗斯人通过法律已经把它并到俄罗斯领土了。那你普京如果不把这些地方要回来，你普京怎么向俄罗斯的法律交代？怎么向俄罗斯人交代？你已经违宪违法，你只要跟乌克兰跟美国人达成协议，说这个赫尔松一半，扎波罗热一半我不要了，那你这不是割让领土吗？所以他叫作茧自缚这个是在乌军控制之下，俄军还没有掌握的领土，他都不好处理，就更不要说这个现在俄军已经占领了这个领土，那怎么处理？乌克兰人是不可能承认的，国际社会也没有办法承认。以克里米亚为例，10几年过去了，有几个国家承认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有几个国家承认克里米亚的公投？没有，连大国都不承认，更何况你现在搞的乌东4个州，没人承认。即便特朗普现在压
着这个泽连斯基，逼泽连斯基以领土换和平，泽连斯基也不可能全盘照收啊，所以这对普京来说都是个考验。你就得让出或者部分让出，这个又如何向俄罗斯交代？对普京最好的办法就是乌克兰无条件投降，那他的所有的战略目标大部分都能达到。那现在是乌克兰是不可能无条件投降啊，所以说普京啊，他很难在这个特朗普的帮助之下达成他的心愿。所以普京前一阵子在俄罗斯发表演讲，他要发动一场什么战争啊？要持续很长时间，是100年还是多少年？那言下之意就这么打下去，不知道谁给了他勇气啊？很有可能是特朗普，他看到了特朗普的软弱，他认为他有机可乘，这是第一个原因啊。那么我认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泽连斯基和希尔斯基啊，去年8月突然出兵库尔斯克，这个啊给普京的打击啊，那是远远超过其他的这个方面，也就是把普京的最后的遮羞布给他撕下来了。大家想象一下啊，在过去啊，你说有外国势力进入俄罗斯，这个还可以理解，但是自从2战以后啊，这个苏联作为对吧战胜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80年来根本就没有一支外国军队啊踏入过苏联的领土，更不要说俄罗斯了。上一次在库尔斯克发生的战争啊，那还是2战的时候，德国军队在库尔斯克跟苏联军队就库尔斯克大会战，那是80、90年前。结果普京啊，他统治俄罗斯20多年以后啊，居然把战争带回了俄罗斯。而普京的人设呢，他在俄罗斯的形象就是个铁汉、硬汉、铁汉柔情呢，他可以保卫俄罗斯，他可以让俄罗斯强大，这是他的人设啊。结果这样的人设遭到了这个乌克兰泽连斯基的无情的打击。乌军在库尔斯克长达8个多月，现在还在库尔斯克，而且又占了别尔格勒德、布良斯克。俄罗斯的本土啊，到处遭到轰炸。普京怎么向俄罗斯人交代？俄罗斯人4月静好的局面已经被打破，俄罗斯的炼油厂到处都在起火，俄罗斯的这些什么军工厂，俄罗斯的上空啊，天天飞着乌克兰的无人机，这是什么样一个场景？俄罗斯变得更安全了，还是变得更危险？现在只不过是普京在高压之下，所以俄罗斯人不敢说什么。一旦普京的控制力下降，这个普京恐怕在一夜之间就要垮台，没有任何征兆啊，说垮台就垮台。泽连斯基和希尔斯基啊，乌克兰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全世界证明了，普京只不过是个色厉内荏、贪生怕死。他每天啊，把那个核武器挂在嘴上，核按钮天天盘，把那个什么核使用条件改来改去的，然后手下呢这个梅德韦杰夫什么一大堆的人把核弹就挂嘴上，整天讹诈全世界，恐吓这个全世界。但是乌克兰人呢，用实际行动向大家证明，普京根本就不敢用核武器。你看这不已经打击他本土了，他也不敢用，再一次戳穿啊这个俄罗斯人的核讹诈。当年啊，梅德韦杰夫说谁要攻击克里米亚大桥，那就用核武器把它抹平。结果啊，乌克兰人不信邪，偏偏把克里米亚大桥给炸掉。结局是梅德韦杰夫啊，把自己这条恐吓的这个帖子删掉了。这就是俄罗斯人，动不动要嚷着啊，要全世界给他陪葬，没有了俄罗斯，还要这个世界有什么用？这就是他们的这个流氓逻辑啊。所以说啊，这个乌克兰人再次证明，普京啊，只不过是讹诈。这个也让欧洲啊、英国顾虑啊越来越小。欧洲最害怕的就是普京啊不受控制，要发动核大战。实践证明他根本没有这个意愿，恐怕也没这能力。还有第3个原因呢，那就是俄罗斯的停战以后啊，他的崛起之路啊被彻底断掉了。也就是如果普京现在面临着停火的话，那么他就要进入这个国家建设，因为你这3年来啊，国家亏空，对吧？战时经济造成这个整个的就不协调，所有的资源都往战争这儿倾斜。那么停战以后，他势必要纠正怎么样发展经济。然而啊，俄罗斯的经济发展之路已经断掉了，这个大家都知道啊。俄罗斯跟美国跟特朗普之间没有什么要合作的，一个远，第二个他们之间都是互补啊，不互补啊。美国有石油天然气，俄罗斯也是石油天然气，他们两人之间是竞争关系。美国没有制造业，俄罗斯难道有制造业吗？俄罗斯连汽车都生产不了，拉达汽车卖给美国人吗？倒是美国可以卖一些福特，对吧？这通用的汽车给俄罗斯，还能干点什么事呢？俄罗斯最好的市场和这个经济互补关系是欧洲、欧盟，他现在彻底得罪欧盟，越在谈判桌上压榨乌克兰，让乌克兰这个领土换和平，那么你把欧盟就得罪的越死，你的经济发展之路就被堵得越死。所以你看啊，他要跟欧盟之间合作，这个路是走不通或者很难走，除非他在俄乌战争，对吧，在这和谈中做出重大让步，求得这个欧盟的原谅，取得欧盟的信任，否则的话没门。那么俄国还有最大的一个可能就是倒向大国，但这个又不是俄罗斯人愿意的，俄罗斯人不可能愿意自己心甘情愿的成为某一个大国的附庸，成为一个原材料的这个供应国，成为一个市场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倾销地，
普京是这种人吗？即便普京是俄罗斯人，他也不能答应呢。这回成为小弟啊，彻底的依附于一个国家，把原料给人送过去，石油、天然气送过去，拉回来都是商品，这不就被人控制住了吗？所以说啊，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停火以后啊，这个经济发展之路是绝路，没有出路，唯一有解的、有希望的就是跟欧盟合作。那你跟欧盟合作，你天天拿这个刀威胁人家，怎么可能有合作呢？所以我认为啊，即便在特朗普和特朗普小集团的这个阴谋诡计啊逼迫之下，这个乌克兰不得已和这个俄罗斯达成和平协议，这个并不代表普京啊就渡过难关了，反而是普京一场灾难的开始。很有可能俄罗斯的经济啊瞬时就垮掉了，俄罗斯的失业率恐怕就飙升。为什么现在俄罗斯对吧是失业率最低呢？因为大量的人去生产军工，导致俄罗斯其他的行业恐怕还缺人，所以俄罗斯它需要中亚的那些工人呢。但是，一旦战争结束，那个军工对吧？你的那个工厂都要停火，不是都要这个停机啊？俄罗斯武器出口也卖不上好价钱，高精尖的武器恐怕没人买，就高溢价的什么苏34、苏35，什么 S400、S300，这估计卖不掉。过去都是抢手货，非常贵。俄罗斯能卖的恐怕也就是些轻武器、大陆货，那些东西利润也不会太高，也只能卖到非洲那叛军手上。那个三瓜两枣能卖多少钱呢？你知道一架战机多少亿美金啊？对吧？你卖步枪，你得卖多少支啊？也就是俄罗斯停战以后，它的军工啊就垮掉了。俄罗斯传统的军火这个大客户啊，一个是印度，另外一个还是印度。这两个印度现在谁还死心塌地的要跟俄罗斯买东西啊，买这些军火啊？所以说啊，这个普京啊，他一旦停火，俄罗斯的经济很有可能瞬时垮掉。这个不是危言耸听啊，因为大量的人没有工作，然后再加上这个上百万的退伍的这些老兵，你没法安置，他没有工作啊，你还得养着他。所以对普京来说啊，开战容易，停火难，现在已经是欲罢不能，停他不停，难以为继，这个也应该是侵略者啊应有的下场。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